笑什么？就做戏呢。我说可以租点儿，看我特写吗？你可以演一下啊。可以了，别拿指尖就行，拿那个。哦。别摁呐，就一下不行吗？你现在感觉是找准眼睛，大人摸到鼻子，大概就知道了嘛，这一下是。有点累呀。你不要真失望。真是也不能摁呐，这不弹呢，量好了。不知道怎么还能这样？就一抬手就答应。唉。